今朝咧就睇到 Facebook 咧就話雅虎公司嗰啲新聞部嘅職員咧會被裁員，做到今個月31號就會裁員，咁大概影響20至30個人左右啦。咁點解會雅虎新聞部啲職員會被裁員咧？我相信同 AI 都有一定關係嘅。雅虎咧而家越嚟越少人去接觸去睇，咁加上而家 AI 咧好多科技咧就可以取代啲所有人嘅工作，一個人一個 AI 可以取代10個員工嘅工作量，所以咧連雅虎呢啲公司咧都要裁員。咁相信其他行業陸續亦都有不斷公司有不斷嘅裁員。如果你唔想被裁員，只有兩種個方法：第一，掌握 AI 嘅技術；第二，做啲AI 暫時未能代替嘅工作。好似而家暫時保安呢樣 AI 都暫時未能完全代替嘅，而且新樓不斷有起，商場住宅工廈之餘，處理不斷有新嘅出現，所以咧其實保安呢行咧亦都係重視，亦需要好大人手。暫時 AI 咧或者有外勞咧都未能完全取代呢個工作咧，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心機做嘅，真係要俾心機做，了解多啲 AI 嘅工作。咁咧先可以保住大家嘅工作咧。OK。